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姑刘浩明。观众朋友，我哋从来看我哋的天样网络戏剧嘅世界，我发现到讲我哋的主角地方，每个人都打扮的贵讲尤其係的衫褲，佢符合伊嘅個性，也係因為我哋有幾多幾厲害嘅造型師。好造型師，伊個後背經濟我哋呢，伊個主角嘅伊個角色啦，伊個服裝，還有做伊個最適合衫褲。你今日有想到嘅都係伊個造型師楊友仁，我哋來自屏東嘅楊友仁，伊來同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伊下工作嘅內容，同時伊係讓我哋學習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友仁來上現場，友仁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高雄嘅楊友仁。友仁我想請問一下，伊頭頭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就講係那個造型師嘛，吼，因為其實其他造型師也要工作啊，吼，感覺到我其實喺因為我哋呢台中嘅嗰種媒體越來越多以後，他看你越來越多，其實講造型師的工作很炫呢。你當初為什麼會走造型師這個工作呢？其實當初會走造型師這個工作，其實真的也是誤打誤撞啊。因為其實最主要呢，是因為其實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爸爸媽媽本身他們也都是髮型師，對，然後呢，他們在我成長過程中，他們是希望我去念書，所以就請了好多的這個，不管是家教啊，或是全科補習班啊，然後我都去報名了。但是在考高中的時候，我一樣沒有考得很好啊，所以我覺得我的天生呢，可能都不太適合在讀書這個方面。所以我爸媽就問我說，不然你來學個一技之長是好了。我想說，那要學什麼一技之長？我爸爸已經幫我決定好了，你就來跟我們做一樣的事情，就是學習美容美髮。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去做美容美髮了。所以其實我開始接觸到這個美容美髮，最主要一開始就是來自於就是我的家庭。家學淵源，沒錯沒錯。但問題係，你嗰時間就唔同講呀，唔爸爸希望你去讀書嘛。係啊。但是你嗰時一般是會很唔去讀書嗎？會，因為其實有時候過年的時候，客人是比較多，或是爸爸媽媽這裡的生意也是蠻好的，所以小的時候我都有印象中，都是會有很多的哥哥姐姐，然後在現場很忙碌。然後呢，我可能有的時候放學的時候，就會去做一些小幫忙，但是他們讓我幫忙的機會很少，因為他們還是希望我把專心用在讀書上面。但是至少嗰時因為你聽書嘅過程裡邊，譬如講，講過年過節嘅時候，佢無閒嘛，哈，或者我過到年來看下來做些，或者至少睇下個環境，應該說這個環境不是你陌生的環境，不是我陌生的環境，因為爸爸媽媽在結婚前就已經在從事這個行業了。對，那所以我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是在一個美髮的環境裡面出生了，所以我基本上是從小到大，很多人問我說，你這樣工作幾年了？當造型師幾年？我說我現在幾歲？我只是工作幾年了。對啊，因為蠻些時都看到太二三年工作啊嘛。都唔講係來自於的客家莊嘛，哈。你而家嘅客家莊喺邊啊？在高雄，在屏東的高雄。係點解話有人睇，話有嘅家人喺度嘅嘛？現在沒有了，因為其實後來阿公阿嬤年紀比較大的時候，我們都是把他接過來市區了。但是我對於我們客家莊的印象，它是一個三合院。那邊其實承載了蠻多的回憶哦。就是我記得我小的時候，一開始是玩那個扭扭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要一直扭才會前進，然後往前，然後到了騎腳踏車是騎4輪的，就是有輔助輪，對，然後再騎，然後再把輔助輪拔掉，變成2輪的。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那邊是承載了每逢過年過節跟阿公阿嬤領紅包，然後還有一些就是以前在路上，大家不可能讓你在那邊騎腳踏車，所以在那邊去做一個練習。在那邊摔倒，在那邊跑跳，在那邊玩老鷹抓小雞，所以其實在我的客家莊的一個印象，就是過年過節跟孩子們、跟我的堂兄弟姐妹們在這個地方玩樂。對，等於說其實四合院裡邊，我能講無糖啦，哈，喺中間的那一塊，我能講無糖。無糖裡邊，真係對新人來講係一個最安全的一個高粱的地方，因為你這個唔想講，你譬如講你見到練茶唄，你只能在大馬路嘛，對，其實很危險的。是啊。可是以前有啲細無糖啊，像頭講嘅對扭車開始，扭路門扭出去嘛，扭出去是講問一下，然後叫他的路用我哋講有4輪的、輔助輪的，好，也是在裡面練習。對，也是在裡面練習。對，然後屯生意的屯給堂兄弟姐妹也是在裡邊搞。對。我說
无通啊，对生意来讲，係得個安全去平衡台的地方，尤其是你喺高時節，阿婆都睇個可能都唔拿。哦，还有一个印象，阿嬷会在那边晾高丽菜干。没有错，对，就是我自己很喜欢那个高丽菜排骨汤，然后我就记得当阿嬷会在那边晾，然后把它塞到那个米酒瓶里面去。可是我一直不懂哎，为什么他要塞到米酒瓶里面去？我有一次就跟那个卖的人说，你这么塞在案情库啊，又拿案情库呢，这么按人哦。结果说，因为你塞的很，你要塞很不方便塞进去嘛。对，你不方便塞，我也不方便拿。我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你不方便，我也不方便的事情？可能比较节省吧，就米酒瓶用完还可以用，就不用再去买瓶子。一方面是这个，后来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减少发酵啦。哦，如果发酵的面积，对，发酵面积冇安胎啊，你冇我讲好年的鱼啊，因为我们看啦，你又很不好放进去，我又很不好拿出来，真的，结果两个人都很不好。我现在聊一聊，我就好想那个味道就出来，很想要喝高丽菜汤。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忆哦，其实味觉的记忆，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后来你正式踏入那个美容美发这个一个学徒的过程里面，学习的过程里面。你有觉得很辛苦吗？跟你们当初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造型师跟发型师，其实大家都会平常看起来都是非常光鲜亮丽的。那他辛不辛苦？我觉得其实算是蛮辛苦的哦。因为其实早期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有去实习，但那时候的这些洗发精啊，或是材料，其实没有像现在科技这么好，很多都是还是偏很多化工的，天然比较少。所以我去洗，我记得我某一次的暑假洗完以后，我的手啊，就是整个都是变成黑黑的。哦，变成黑黑的。变黑黑的，因为残留了很多的，有点像那种砷啊，或者是一些都会侵蚀皮肤。是因为色素。对，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爸爸看到就觉得这样不行。我觉得我很有印象，他就是端了一盆的温水到我面前，然后就拿着菜瓜布，就是把我的手抓去，就是把它刷。因为他说如果没有把这一些黑黑的这个刷出来，就是我之后愈合了以后就会一直在皮肤里面。对，所以我自己蛮幸运，我现在的手还是好的。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发型师的手或造型师的手其实是没有那么好的，所以其实这都是因为就是每天的一些辛苦，然后去锻炼过来他现在的生活品质。因为我常會聽到講幾度嘅，造型師啦，無論係髮型師，而家講佢哋學習嗰層，伊講有時一然後我寫40粒頭拿，好，然後我寫頭拿的時間可能一啲頭拿我寫2到3擺，好，然後每一擺我用我能講洗髮精，好，等於講你不斷的在你把你手上的油脂給清潔掉，對，清潔掉。嗰時你講你尤其是你過年過節的時間，要洗頭拿，要聽人按摩，而家台灣你以為搞按摩，你都要講力道不夠，係要改啲。對，嗰時你的一年下來，其實我做洗頭幾多呢？蠻多事情的。那尤其是在台灣的美容院，就是老闆你又要身兼櫃台，又要身兼現場設計師，又要身兼打掃阿姨，然後又要再去買便當回來給大家吃。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髮型師真的是需要蠻多元的。對，那印象中我在過年這段時間基本上沒有吃過年夜飯。因為家裡的客人真的是忙到就是好晚，我們都是最後一個回到就是阿公阿嬤家，然後去領紅包跟吃飯的。可是我覺得那時候的爸爸媽媽也當然會希望說讓我們有更好的生活，而且包含那時候的環境就是這樣子，所以大家習慣在美髮店的開幕的時間也都是會跨過這個年夜。以前我按人啦，因為其實蠻唔可以怪嗰度銀行啦，因為嗰度銀行係把家裡面的年夜飯準備完之後才去，沒錯，對，嗰時他看你的時間唱牙完的時候再來，嘿，衝牙係咧，能嘅，嗰時等於講其實伊嘛幾可憐。好，伊嘛喺所有嘅事情處理起來，伊能可以坐喺個為服務，然後佢裝好嗰時，可能唯一嘛開始在過年，然後衝牙呢。我說，但是我就想講，真的是像男的做服務業嘛，你們真的是很晚才吃。對，但是是蠻有成就感的，因為把大家打理漂亮了以後，過年大家回到家都可以看到，哇，就是是爸爸妹啊。都還是整理得很好，整理幾正係啊！至少以的幾正啊，伊的面容，好面容去開始去新的一年。咁像你這個萬世都睇下你的傳統嘅家庭裡面，他以後喺度從事下工作，你喺度有，譬如講你開始學一久，那開始真是變成你的師傅啊。
我其实觉得学习它是一直不断的，包含了我现在还是一直在持续的学习。但是如果是以大部分的学习过程，大约是3年到7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状态，已经到不错可以自己去执行了。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印象，我刚开始在南部学完的时候，我刚到北部去拍摄广告。然后在那个时候，北部的造型师就是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从南部来的，哇，就是有一点点会被冷落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的确是因为南部的资讯跟交通是没有那么便利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透过网络的关系，就是可以让新生代的小朋友可以去很清楚的去学习到，就是全世界已经同步了。所以我觉得在一开始的学习中，其实真的是南北市还是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可这时间以台北的时间，你刚刚讲的时间，有没有感觉到更难过？会，因为其实台湾很小，就是以高铁来讲，90分钟就会到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刚开始接触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当然自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还有哪里做不好？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养分跟去学习，然后也去避免掉我们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新的造型师或是身边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成为现在一个很棒的故事。个至少讲，人哋一路行过来以后，你之後都提過，下一擺你都提過，很容易去把嗰種我哋南部聲音的啦，冇冇講我哋有的學習環境比較不好的，好，比較資源比較少的，怎麼去補強這一部分？咁也係冇影響到後來做欣賞嘅時候一啲想法吧。是的，因为其实我是一开始成绩不好嘛，然后我就到了高中去学习。一开始真的很不喜欢做头发一开始要学那个烫头发，然后烫完老师说要把头拆掉洗一洗我都没有拆掉洗一洗，下次拿出来真的非常的臭，然后臭到我就觉得我以后人生要跟这个头共度一辈子吗？所以我一开始很想放弃，是一直到有一天老师说你要不要去比赛，我说好啊，那就去试看看，家人也在做这个，也鼓励嘛。然后呢，我就花了一个报名费200块，然后就去参加一个比赛。这比赛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有拿到了一张这个佳作的奖状，我人生好开心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只拿过2个奖，一个就是国小的最佳进步奖从最后第3名进步到最后的第6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个的佳作奖，对啊。嗰時候睇嘅人生地位，能拿到2個重要獎嘅友人來講嘅話，演以後會發生重要嘅無窮嘅人生休息一下，等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高速嘅楊友仁同我哋說明講，伊係讓我去學習我哋美容美髮嘅，後來變成一個造型師嘅一個過程。我想問一下友仁因為頭先人講嘅一個特別嘅故事講，後來又得到一個佳作獎，嗰度一開始有一個進步獎，我哋那種鼓勵性質的獎啦，然後得到一個佳作，嗰時你得到佳作獎之後，是不是後來不用因為說，我很有實力耶，我應該可以。對，我得到佳作獎，我覺得我們家都要放鞭炮。雖然我現在長大，後來也當了評審，然後就發現哇，佳作就是基本上你繳200塊都會通通有獎，每個人都有一張獎狀。但確實在我的一個求學的過程中，一個練技能的過程中是非常大的鼓舞。就是它讓我覺得有信心，就是我除了讀書這條路，如果行不通的話，在技術這條路開始有了一些成就感，所以我才會開始到包含了在台灣比賽，到國外比賽，到代表台灣到世界去比賽，我覺得都是從這個小小的種子開始的。嗰時候其實雖然講你後來地講也係你要參加都有個獎，但是對你來講其實也鼓勵過他。對啊，而且同時嘛，我表現講，其實我害怕去比賽，如果唔係拿到提名來講嘅話，至少我睇嘅現場地位，我嘛可以看到
嗰度無腔嘅作品，還有米的嘅無腔嘅技術。咁像只係參加發通地方呀，有乜嘅發通，你這個感覺到會有影響嘅？像我自己，前陣子我去參加了台北時裝週去負責的髮型設計哦。那像這一個我自己就是蠻感動的，因為其實在我們不斷的會發現，其實時尚的產業雖然看起來很時髦、很流行，但是其實它也是傷害我們地球非常深的一個產業哦。它已經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污染源，就是我們的時裝哦。所以其實我在參加台北時裝週的時候，其實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是在做流行，一方面我們要同時永續愛護地球。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在合作的品牌，我自己還蠻感動的。它叫 Storywell， 那它最主要都是用二手 second hand 的牛仔的布料去重新去拼湊，經過清潔以後，做出一個新的衣服。所以在對於這樣的品牌去幫他們設計髮型的時候，就會有額外的成就感。那包含其實現在全世界都在推行的就是 ESG， 就是要減碳。所以大家可能在天下雜誌啊，或者是在經理人，大家都可以看到什麼是 ESG，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讓我們的地球的永續。那包含的是我們的社會的一些責任，那最後的是公司的治理，怎麼樣去讓這三項都可以達到一個標準，不然的碳稅就會非常的高。所以我覺得在身為造型師的時候，我們也去思考這個問題，那也開始從我們自己在服裝上面去重新整理。我已經3年基本上沒有買衣服了，就是我們基本上出去工作都是穿的制服。那一個當然我們看起來比較專業，第二個就是我們透過這樣子去減少我們服裝上面的採購，也希望可以把真正的專業留在客人身上。那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們的專業去愛護地球。因為頭有人講話，佢創業嘅佢想法，你講伊把因為我哋呢全世界嘅環境嚇，因為人為嘅破壞，已經慢慢嘅開始出現伊嘅變化。嗰時我哋聯合國都希望講，透過一個 ESG 也俾伊嘅倡議嚇，希望講唔單止講喺我哋嘅公司嘅經營上面啦，或者社會嘅上面啦，還有喺教育上面，好可以開始把嗰種反駁嘅種想法，其實普及到我們所有的一個工作裡面。是。但是頭一講。我歸特別嚟講，因為講，其實造型業、時尚業其實是我哋講環境的殺手啦，尤其係我哋亞今年的快時尚，好明年都做過幾多誒，每個禮拜都會有一批新的，係，然後買唔起買接客，對，然後我哋預約做個2禮拜，講哦沒有股漲上不了，有接客，所以對於環境來說其實是很大的傷害。是，但是身為我們時尚龍頭的造型業，但是卻反而就是開始走最樸素的方法。對，其實有的時候人生就是回到最簡單啊。那我自己覺得美這件事情來講，除了你在外表的穿搭之外，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你的氣質跟你的本質。那去找到剛剛好適合自己的就好了，太多也不好，太少也不好。我覺得就是剛剛好，讓你自己覺得在最舒服的狀態。但如果其實你的要不紅要底部，自己也在反省這件事情。是，對，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我們自己本身也要打扮的這麼的時尚？因為沒有錯，以前我們會覺得說啊，造型師，你今天做的好漂亮，你就幫我做同樣的頭髮或什麼什麼之類的。就像今天來的遊影，你知道嗎？你看那麼白淨的衣服，其實它代表的也是一種專業。對，小時候我也很愛買，那到現在就覺得好像把它化繁為簡，然後越簡單就好。對啊。就是真的是把自己的專業放在我們的服務上面，對，放在我們的服務，放在我們的專業上面，對啊。你這個係啲客人嘛，嗬，跟這個參加阿拉發通點啊，有包含客家發通嘛？有哦，我有去做過一個煎炮城的活動，腳炮上，對，煎炮城活動，哇，這個活動我覺得很特別，因為這個活動是去幫一位也是客家妹姨的。徐立文導演，對，他這一次很厲害哦，得到那個金鐘獎《光的孩子》這部電影啊，對，林洛人，對，他這個《光的孩子》這部影片很好看，然後因為托這個導演的福去幫他做這個妝髮，我也了解到，我到現在才知道什麼是煎炮城誒，我當客家人當了這麼久，我不知道什麼是煎炮城，一個籠子在上面，要把那個鞭炮丟到這個籠子裡面。以前我們在我們客家上差不多正月15嘅時間，元宵節嘅時間，米的村莊如果有人嚟講炮上，和米的你攞去接，生意你唔敢接，你發可能都接石頭，好都用個方法。我記得有一擺我喺我哋客家婚禮地方，有嗰種有看到野名嘅，佢係點樣嘅情形哦？
因为其实像是在客家，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这种集体婚礼，是，对，那我们就去帮这个集体婚礼做他们的妆发造型。那这个是我一个很棒的老师，叫做黄慧珍老师，他也有来过这个夫妻来的节目，他本身也是一个很知名的造型师，然后他去做彩妆，然后跟他一起搭配发型，就觉得在这个状况下是看到大家是穿着蓝衫去结婚，也是另外别有风味。因为我想问一下讲，因为里面我的造型师来这来现场嘛，我想问一下，以一个造型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因为客家的特色是什么呀？客家的服装特色啦，造型特色是什么？我觉得客家的服装特色其实蛮简朴的，那它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松的感觉，那它的领子也会是有点像是这样子圆领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客家的一个服装，其实它是可以很好，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去发展。因为现在的人可以越来越的休闲，大家讲要chill一点，它是可以去发展到让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它是可以去穿出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服装的，就是一种比较舒适，对，好，不是那么的紧绷的一种，不会那么的厚重，也不会那么的合身呐，对，而且他们用蛮多的是天然的蓝染的这种颜料去做，相对来讲，我觉得对于环境的友善度也会是比较好。刚法妆部分呢？假如说你，譬如说我要怎么样的法妆会让我觉得说，看起来就像有一种客家的 style 那样客家感的法妆哦，对，客家 style 哦，客家 style 我倒没有特别去研究客家 style， 但是我有看到很多客家 style 好像都是一个包头啦。对，你的基种在地方。那问题是现在不是很多人有长头发可以去绑一个包头啊，那怎么办？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时装搭配我们的客家衫去做搭配就好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刚刚好就好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硬去把一个民族性的东西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会太过了。我觉得大家就是回到我们最自在的生活的方式，那只是说，当然我在生活中怎么把客家的元素去做点缀，包含了可能颜色，服装的版型。或是发型，或是客家的彩妆，或是像是油桐花的饰品，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胸针啊，去点缀我们的一些客家文化，融入到我们的造型里面。对啊，同种人的有演有讲都讲，其实嘟好，同客人的一种精神嘛差不多。如果真的我都没找个讲人讲法律乒乓啊，你嘟好，适合舒服，好日常可以照都可以。但像你刚刚已经有提到说，你有参加过台北时装周嘛，然后有一些客家的活动。那除此之外，你还有参加过哪一些活动是你印象深刻的？我做过蛮多舞台剧的。那包含了像是魏武营的，像是杜兰朵啊，德国来的，然后还有英国的战争安魂曲，那包含了像在台湾的明华园的一些戏剧，然后我们有去帮他们做发型的这个设计跟执行。像明华园的话，其实它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就算是歌仔戏嘛。那你们的造型是做，因为他们其实应该都有固定的一些传统的造型。对，其实在于传统的戏曲中，他们的规则是很严格的，不能露手背啊，不然这腰要绑在哪里。但是因为时代的关系，现在很多的传统戏曲已经开始跟现代的剧或者是未来科幻的想象的去做一个结合，那这样子让我们在做设计造型的时候有很棒的发挥的地方哦。那其实我觉得也非常感谢这一些资深的，就是演员们能够愿意让我们这样子胡搞瞎搞，就是有时候会破坏掉一些传统的原则，但是老师们为了要让各位观众看到更新的一个传统戏曲的创意，都会也愿意接受配合。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最近刚演完的这一出戏哦，那里面有一个角色啊，叫做修长贡，它叫贡修长，贡修长，我听台就是叫做贡修灯。对，那我们在他的头上就装了一个非常长的水管，大约3层楼高。然后在这个国家级的剧院里面，在这边摆档，我觉得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创意，但是我觉得对于造型师好玩就在这里。对，那等于是说，你们有很多的想法，其实是要先跟他们做沟通吧？对，需要。那所以说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你们是先有一个草图，是，就是说等于但是你还要先看过剧本。对，我们必须要先读完本，知道说这个角色在里面是做哪样子的人设，对，还有他的行为动作跟习惯，以后去开始帮他设计他的妆法。那当然，其实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服装设计。其实我在求学的过程中认识一个台湾非常棒的服装设计师，叫做林恒正。那他本身是实践大学的主任，然后又兼院长，所以他又是院长又是主任，时尚系的主任院长。那其实他接了蛮多的舞台剧，那他会告诉我，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读完本以后，会把我们妆法的想法也放进去，然后呢再去把它执行出来。所以其实对于整体造型来讲，它不是拆开的，不是彩妆，不是发型，不是服装，它是融入在一起的，还要配合你的时间场合，才会得到最合适的整体造型。嗰個其實按你講好來吼，已經或者有年已經唔係像以前譬如講屏東嘅鄉下啦，伊啲讀美容美髮課嘅伊啲生意咧，其實所見嘅位置，伊參加幾多嘅大型嘅活動，同時伊嘛把伊下嘅想法有個幾多個精彩嘅表現。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收睇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友人同人講，伊參加幾多大型嘅活動，同時我哋嘅友人嘛，喺實踐大學的時尚設計學系，好擔任我哋嘅教職，我哋馬上同我哋嘅友人講，伊睇下學習地方，伊搞乜嘅東西，愛係用嘅，伊搞嘅。我想問一下吼，攞一啲好好嘅造型師，去做到一般，伊就去搞書動。其實我在到學校教書前，我是在一個法國的公司工作，做教育，然後也做造型師哦。那其實為什麼會到學校教書，其實是源自於我在求學的過程中。大家應該還記得，就是以前爸爸媽媽要我念書，我念不好，所以我就去了一個高中，一個高職樹德家商，裡面有2位老師啊，一個是曾素梅老師，一個是簡月珍老師。我覺得他們是讓我人生重新在回到正軌的一個老師。我每次講到2位老師，我其實都會有一點點哽咽，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我當初沒有遇到這2個老師，其實我現在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人生在做什麼。對，所以其實在除了感謝父母之外，就是感謝這個老師帶着我去做比賽，然後常常到了晚上，老師都沒有回家，都捨棄掉了自己的孩子跟家人，然後再陪着我們練習哦。那當然，我覺得現在的表現應該沒有讓老師們太失望啦。所以我從以前就有一個決心，就是如果可以的話，有機會我要回到學校。那如果更有機會的話，希望也可以帶到幾個可能在求學過程中或是人生路上跟我一樣沒有那麼順遂，但是後來他可能學了這項技能，對他的人生或者是家庭有所改變的同學。所以我在回到學校，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樣子。那其實除了學校之外，我們也開始做所謂的偏鄉教育。我們去了像是88風災的國中、高中去做分享，到了台東去做分享。其實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讓孩子去多了解美相關的事物，也讓他們明白說，我今天在學校畢業後，我不是只有回家幫我父母親種檳榔，或是只有在地的一些東西可以做，他的夢想可以是很遙遠的，他可以敢去想，他也可以敢去認知到說，哇，原來還有美的這個行業可以去做選擇。對嘅故事地方，我發現到講，一啲好嘅先生唔單止可以教一啲學生嘅，而可能可以教到幾多學生嘅。因為有啲學生嘅其實人家嘛係希望講，下一輩可以去聽書幾多人，嚇，就像唔知個以前韓國路一樣。但是我想問一下講，因為以前這個是睇讀書嘅時間本身都有安尼帶。好，但是人家亞紅那地方，他的學生來自於很多不同的，他有些可能是高職系統進來的啊，有些是大學高中系統進來的，他們的基礎是不同的，按能用而帶有兩的模塊。其實我覺得這樣的學生在同一個學校反而是不錯的，因為他有像我們的社會一樣，在高職進來的同學啊，他們的技能是比較好的。但是在高中進來的同學，他們在語言能力跟邏輯上面是比較好的，所以如果我今天把它當做一家公司在
经营在教导的话，我会发现有技能的人加上有逻辑跟语言的人，反而可以让他们做的作品，除了在台湾之外，他们可以上网投到国外的杂志，可以去上网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所以其实在于两边的磨合，我觉得是很棒的。等于如果有种人技术够强，好，有种人够适合去做比如讲promote 一条事情哈，两个合碰来可以学到一啲技术的东西，技术你嘛可以学到一些用去介绍这个作品的一啲方法。咁像你家在上课时，你这个负责係乜嘅科目啊？我自己是在教发型的设计跟执行，就是在于头发上，包含了可能从最基础的拍形象照，然后到婚礼。到可能金钟金曲的典礼，那到这种假发的创意的，或者是非常的巨大的这种可能在发型秀上面的，我们都可以去做。可是你这个在上课时间，我拜都无看到学生的分组嘛？会，就我们基本上都会让同学们去分组，然后做一个比较活动性的，因为我觉得已经在技职体系嘛，那已经在做技术，如果再像读书一样很死死板板的，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学习。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学习，除了在课室内的学习之外，我们也把学生直接就带到我们工作的环境，比如说去剧场里面跟着做。那可能包含我们最近也在台北的一些国家级的场馆，那也把学生带进去。那包含的像是明年我们也会去做500的演唱会，那也都会希望可以把学生也真的跟着老师一起去做。那其实有用才会有用嘛。那相对的来讲，其实现在的老师跟以前的老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资讯好发达哦。就是同学们可能都比老师厉害了，所以我都会觉得我们的关系比较像是朋友。他告诉我他们的新的资讯，我告诉他们我曾经的经验，再一起去共同去创造一个我们所谓的美感，跟我们所谓的一个流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其实我在前几天在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我走在台北的街头，忽然有一个人叫我老师。他是我们前2届毕业的学生，小小的一个。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还在当造型师。”然后我就觉得蛮欣慰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学生教出去了以后，他们可能就转行了，因为造型产业在台湾其实真的不容易哦。因为真的是，因为在台湾的市场够小啦，可是蛮无按到的具体的本来就比较少，但是至少有学到一点技术，唔单止讲係真的係美容美发的技术，造型师的技术，还有对美学的一个概念。对，其实最重要是做美学的一个概念，因为美学它不单单只是在于技术上，包含了像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整个环境的配色，这边放了一些有桐花。其实这个就是一些生活的美感跟美学，其实它就是在于学校的一个过程中，透过学校的环境，你会发现我们学校的环境都特别漂亮，因为你学设计的人都一定要在设计的环境里面，你才可以做得出好的设计，对，所以其实环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像你这个来做讲对于我们的学生出来落下虽然讲係做美容美发的啦，但是你一路行过来，最尾喺教书的时间，你这个有感觉到讲，其实做一啲安尼嘅欣赏来讲的话，其实唔单止教育技术，最主要从头讲嘅教育对美的欣赏，其实对于摄影人来讲的话，伊可能影响有些最大，伊迄个可能唔会再做造型师这个工作，唔会提下要2倍地位工作了，但是伊至少带一顿亚杯对美感的经验，其实他在每个工作里面，他还是可以发挥出他自己的一个专长。对，我们校长丁斌手其实讲过一句话，他说：“你来过实践学习美感后，你即便出去卖牛肉面，都可以卖得比别人有品味。”对，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对，没有错，包含回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上，东西好，东西好吃，好像是基本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让它的美感呈现出来，那个价位跟价值就会不一样。对啊，因为今仔全部譬如讲今仔全部迄手机先吃的年代。对啊，手机先吃的年代。东西好不好吃可能都还不知道，但是手机已经先拍了。尤其是你放了会讲的东西，是，我们刚才一些甜点啦、冰淇淋啦、配色啊，对，拍下去人家就觉得哇。好不好吃已经不重要了，先去拍照这样说。可是对你来讲的话，其实你这个本身有想到讲，你后来我搞出了一件事情。
我小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都觉得教书的人应该是要念很多书，但是我从以前的成绩给告诉了我，好像跟我应该是两个世界。但是现在到大学去教书，我真的会觉得说，哇，其实真的也是给很多的孩子们，很多学技术的人，也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放弃哦，因为各个领域都有各个的专精。那我到现在其实也是很明白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在于我们小时候的这种填鸭式的教育，只告诉我们好像只能往哪个方向去走才是对的路。那我也很鼓励现在的父母亲，其实真的多听听孩子们，你真正的兴趣是什么？那孩子们，你既然选择这个兴趣，你也要真的去投入。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在台湾也告诉我们，你好像高中念完，接着你就是一定要念大学。好像念完大学已经是基本文凭，所以你必须要念研究所。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我觉得作为学生的各位也必须去思考到，如果你现在想工作，你就先去工作，因为学习是不间断的，他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因为学校就是永远在那边。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你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不要因为别人隔壁邻居有念什么，你就必须念什么。可是我是因为讲前面讲我也要高长地步呀，譬如讲你自己觉得说你自己不见得是适合念书的话，你就真的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可是我因为讲也突然发现呀哈，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是，你好要先建立自信。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回归到这个现在的时代啊，我觉得现在小朋友比较辛苦。在我的年代哦，我刚接触的手机叫做 Nokia 3310，我只能够玩贪食蛇。现在小朋友他的专注力可能比较辛苦的点，是因为随时都有最新的资讯跟手游，所以很容易分心。但是相对在这个时代的小孩子，他在吸收资讯的方面其实是蛮快的，因为有很多的社群媒体都会教你新的东西。那怎么样子回归到建立自信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先去相信你自己是有可能的，你一定有自己的使命跟你要做的事情，只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自信，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遇到你要做的那个使命，你还没有探索到。所以我鼓励你们可以真的多去找你到底适合什么。当你探索到的时候，自信来不及了，你会做得非常的快乐，而且你会在这个领域中，你可能去协助到别人、帮助到别人的时候的那种喜悦跟那种富足感，你就会开始觉得我自己存在是有价值的。因为看下我哋友人同我哋分享嘅故事以後，我發現到講其實更加睇藝人嘅沙飛地方，佢哋改動人改導變嘅嘅沙飛，嗰種生意呢唔會脱數，其實唔怕，其實伊一天有一啲伊適合伊擅長嘅工作去等比數，但係有睇個工作地方，伊有培養出這個自信嘅時間，就像所講嘅友人時常講嘅，這個唔是但是一天會過好，同時嘛會做改好。今日感謝我哋友人嚟現場的分享到唔工作故事。謝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收看。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哋下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